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6月21日啦。今日係農曆嘅5月初7日，係星期日。今日呢就係父親節，所以咧喺度呢祝做父親嘅父親節快樂啦。如果你做仔女呢，趁今日父親節呢，帶父親出去飲下茶啊，食下飯啊，做一個孝順嘅仔女。尤其是呢，你近期覺得唔順呢，更加要學識點樣去孝順父母啦。咁話晒，你想順就必須要孝順。同時呢，如果你想父親呢身體健康呢，你都可以用父親嘅名去贈醫施藥，咁你父親呢一定身體健康啦。好啦，今日呢，原來呢去到晏晝嘅16:24之後呢，就踏入一個夏至嘅節氣啦。咁呢一個夏至嘅節氣呢，就要小心啦，因為佢係交節氣，所以個氣場呢極之混亂，再加上呢一個火局嘅匯聚呢一日，係人心方面係最燥熱嘅。記得，千祈今日唔好去衝動去做某一啲嘢，咁呢容易有口舌是非啦。呢一日呢，其實呢不宜動，宜手不宜動嘅。重要嘅事情呢，盡量唔好喺今日去做啦，因為怕人事會出錯，所以注意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咩日子先。原來叫做丙寅嘅火老虎日，就生1986年嘅人呢，就叫丙寅火老虎啦。咁今日呢，佢伏吟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嘅。老虎呢，就要同馬騮相沖，咁呢，就沖一隻呢叫做庚申嘅金馬騮，就生1980年嘅人呢，就叫做庚申金馬騮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壬申嘅水馬騮，就生1932年同埋1992年嘅人呢，就叫壬申水馬騮啦。咁今日呢，沖馬騮之中呢，水馬騮同埋金馬騮呢係最嚴峻嘅，因為佢係天克地沖，所以特別要注意啦。老虎同馬騮相沖呢，通常應喺咩地方多呢？通常呢就容易破財啦，走動比較多啦，容易發生啲意外啦。有突發嘅事件容易發生嘅。喺人事上方面呢，特別多摩擦嘅。注意身體方面，特別要小心呢筋骨嘅受傷啦，尤其是係車禍。所以呢，今日過馬路嘅朋友同埋揸車嘅朋友呢，特別要小心交通意外啦。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屬老虎嘅人同埋屬馬騮嘅人呢，今日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布施啊，將自己運程呢提高佢，希望喺今日呢能夠逢凶化吉嘅。今日嘅三煞位呢就喺北面喎，咁北面呢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，因為呢三煞位今年又喺北，今日又喺北，雙重三煞位喺度，尤其是屬老鼠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北面呢係老鼠嘅方位嚟嘅。今日有兩個時辰要特別要注意嘅，一個早上嘅3點到5點嗰個庚寅時，同埋一個晏晝嘅3點到5點嗰個丙申時，呢兩個時辰呢特別要注意啦。今日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財神位呢就喺西面，咁我哋可以出門嗰陣時用15分鐘向西面行，去接一接財神啦。用咩時間比較好呢？梗係揾個財神時啦。咁今日嘅財神時呢，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嗰個巳時啦。好好地利用呢個財神時啊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咩幸運嘅生肖先。原來屬豬、屬雞、屬鼠、屬狗、屬馬、屬蛇都係幸運嘅生肖嚟嘅。有幾幸運呢？呢啲生肖如果講到屬豬同埋屬雞呢，咁呢佢就有個天月貴人
去睇佢嘅。咁啊，豬裏面咧仲更加多過六合貴人去睇住嘅。咁啊，至於屬老鼠啦，佢就有天官貴人同埋福星貴人去睇佢嘅。咁啊，至於屬狗咧，就有三合貴人啦。屬馬亦都有三合貴人啦。咁啊，至於屬蛇咧，就有財神去睇佢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今日咧屬豬、屬雞、屬鼠、屬狗、屬馬、屬蛇都係非常幸運嘅生肖嚟嘅。嗱，記住，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你所做一切嘅善行，終將都回到你身邊噶。大家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。